咱的國軍甲美國買的66架 F-16V Block 70的戰機，傳出講有新進度啊！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佇面冊頂頭發文，講有人看到一架呢，這機號631的雙座機飛去美國德州霍斯堡海軍基地。有專家認為講，將有可能是要飛回來台灣。啊，那退役的飛官是認為講，安全因素，照你講，一屆飛攏是愛兩架做伙飛一條。F-16V Block 20戰機掛彈起飛離場，執行任務空軍3大主力戰機擔負防空責任，向美國買的66架 F-16V Block 70。民進黨立委王定宇透露上新進度，頭一架機號631的雙座機，互看到飛去美國德州沃斯堡海軍基地，外界關注，敢是要準備飛來台灣？預計就是9月會有第一架的飛機飛返，那現在應該也有50幾架的這個飛機站在這個生產線。Block 7孔採用 AN/APG-83 主動式電子掃描定位雷達，整體航電能力甲升級了後 ，F-16V Block 2孔換進驗過 F-16V Block 7孔，搭載 F-11-GE-129發動機，上大推力大約29000磅，比 F-16V Block 2孔加出2下掛。機動性甲動態表現更加好。另外，電戰機艙會搭載 ALQ-25甲美軍採用的上新式 ALQ-25是無同。專家認為，有會當適合應對共軍的需求。外銷版的武器來講，通常來講是降階的哈，讓你自衛能夠這個沒問題哈。但是它還有一個考量，說能不能跟共軍的軍機的新的戰機戰力做相抗衡，這個才是他們考量，他們一定有算過。另外，頭一架 F-16V Block 7孔會安怎飛來台灣？體育飛官高志勇分析，依照慣例甲安全考量，通常至少一時一批次2架，同齊轉來，無啥可能單架飛行機行動。或者一架完成，為了先完成階段性的使命，那美軍可能會派一架他們自己的飛機一半的飛回來。但國民認為第一批次飛來台灣的 F-16V Block 7孔可能被掛在飛彈、電機夾艙等部分的配備飛轉來，原因是相關裝備會當照着其他的方式運回，而且掛載飛行會縮短戰機的航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